去旅行三寶床瞓唔着，暈車浪暈船浪點算好呢？今日淨係教大家一個穴位一條經就夠啦。呢個穴位就係心包經裡面嘅內關穴。佢除咗可以止暈止嘔之外，亦都可以治療我哋去旅行食得太多嘅引致嘅胃氣脹，仲可以幫助我哋寧心安神，治療失眠嘅情況。呢個穴位就係喺我哋嘅手內側腕橫紋上3隻手指位2個跟腱嘅中間，一晾落去，我哋就會有酸麻脹痛嘅感覺，1-2分鐘就會見效。如果喺暈浪期間，而你又有藥油喺身，不妨聞一聞同埋按一按我哋嘅太陽穴，咁樣都會有一個升清開竅嘅功效。如果情況嚴重，我哋可以根據翻經絡，由手腕方向直接可以按去我哋嘅爪橫紋，即係呢一個位置，重複最少9次。如果想用嚟安神，就可以倒翻轉，就由爪橫紋嘅方向推翻向我哋嘅腕橫紋。希望呢個方法可以幫到大家啦。鍾意呢段片嘅，記得 Like、Share、Comment 同埋 Subscribe。如果有咩 topic 大家想聽，歡迎留言俾我。中醫或者身心靈嘅角度都冇問題，最緊要記得撳埋個叮叮鐘，咁樣你就唔會錯過每一段片啦。